这婚礼的西礼有一个乡亲陈志良，用这个品质较歹的水果来做出着无毒、安全的水果的蜡笔，互囡仔会当借由画图来认捌着各种的色彩，来传送着小物的理念。用蜡笔会使画出各种无同款的色水，若无讲你可能唔知这款蜡笔本身的色水原料拢是用青菜甲水果做出来。像这个咖啡色，主要是香蕉。香蕉它放久了之后，我们看到香蕉一般是应该是有点偏黄，然后放久了之后，它就变成咖啡。本来咧做水果饼业者陈志良发现讲，有一寡品质较歹的果子伫采收时往往会被单掉，伊感觉真无彩，准咧甲摕来做成蜡笔。其实农友在采集水果的时候，当然有裂果啊，还是被小鸟吃到。然后他们就直接会剪下来丢到田间，或者丢到水沟。那当然，这样一样会对环境一样会造成一个污染。陈志良运用创意，并且善用果子的契达，将出级品变成充满特色的蜡笔产品，即嘛算是一种巧思的表现。